因為這演藝界閃做兵的風波呢，新北電影今仔日是來開庭啊。團陳碧玲也有謝坤達兩個人攏有認罪，嘛有公開來回釋的。其實真濟藝人呢，攏是靠這謝坤達的介紹，才用這種方法來閃做兵的。也毋過法官呢問伊到底是替倒一掛人來牽線，伊煞講這時間浪傷久，已經無啥印象啊。咱幾個月，這屆出現佇咧鏡頭頭前，是到法院來開庭。藝人陳碧玲涉嫌偽造高血壓、閃做兵的代志，經過檢方起訴，2月頭一屆放團環出庭。未來我會更謹慎的做好每一個選擇，多做對這個世界有意義的事情。我會尊重司法，全力配合法院程序。公開會釋內，伊開庭同款認罪，承認當當時開10萬塊左右找人做假血壓，得到免疫證明。嘛講是透過坤達的介紹，才知影閃做兵的門路。那伊的律師是替伊爭取假罪。對於自己所犯的過錯，再一次跟社會大眾說聲抱歉，對不起。然後接下來就會尊重司法，一切交由法院判定。公安出庭的藝人，也個 Energy 的團員謝坤達，佇咧開庭的時嘛是同款認罪，伊是禁開來綁血壓，另外一個找人來代替去複檢等等的方式，前後付30萬來閃做兵，替伊爭取假罪。律師佇咧法官頭前是提出一大主張，嘛講這個閃做兵的代志，經過新聞媒體報道了後，對青少年唔是干那有負面的影響，嘛會當有警告的效果。您事後有鼓勵人自首，你真的都忘記有介紹誰了嗎？家裡閃做兵的藝人，包括陳碧玲、修杰楷，攏講是透過坤達來牽線，實在主標單指明。那坤達佇咧案發了後，嘛要鼓勵其他涉案的人家己去自首。毋過去互法官問到，有像是伊牽線介紹的咧？坤達講這時間浪傷久，伊無啥物印象。花多少錢逃兵啊？有沒有什麼話想跟粉絲說？這陣閃做兵的風波是燒起到各行各業，尤其演藝界是佔上大面。前後已經有4波的敲吹，檢方20個來偵結，依照妨害兵役等等的罪嫌起訴藝人王子屈姓一等15人，更加對求刑2年2個月以上的刑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